大家好，今天开始我们来学习一下藏语文基础。那么藏语文是公元7世纪吐蕃王松赞干布的大臣推密散布扎参照梵文，结合藏语实际情况所创造的。那么距今有多少年的历史？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对，也就是藏语文的话是历史悠久的这个拼音文字，也是世界上比较先进的文种之一。那么藏文的话，这个是由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所构成的。那么它的结构形式是怎样的？结构形式是以基字为主体，由前加字、上加字、后加字、再后加字以及元音构成的。很好。那么藏语的话有3大方言，对吧？那么哪3大方言呢？3大方言是指安多方言、康区方言和卫藏方言。对，卫藏方言也就是拉萨方言，对吧？好，就主要分布在以拉萨为主的西藏自治区各地方，对吧？那么我们要讲的这个课主要就是以拉萨话为主，也就是拉萨方言卫藏方言为主。好，那么这个藏语文的话，它的基本知识还有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导论里面已经详细的介绍过了。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就直接切入主题，从这个藏语文的话最基础开始讲也就是辅音字母开始讲。那么藏文有多少个辅音字母呢？您在之前已经说过有30个辅音字母。对，30个辅音字母。那么它是分了组的，对吧？那么怎么分的呢？分了多少个组？分为7个半组。对。每4个字为一组，最后2个字单独为一组。对，很好。那么它是分了7个半组。那么我们今天的话，从第一组开始讲。第一组的话，用藏文来说的话是嘎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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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嘎开始讲嘎嘎嘎嘎。第一个字是嘎嘎。那么它的发音部位的话是喉音。它喉音也就是舌根音。好，你试着读一下嘎嘎嘎嘎嘎嘎。好，那么它的发音方法呢？发音方法是不送气清塞音。对，不送气清塞音，嘎嘎嘎嘎嘎嘎。那么它嘎有些字母是单独出现的时候是不构成独立的单词，对吧？那么这个嘎的话一定要给它加上另外一个音节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单词。那么给它组个词的话，高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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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高哇是柱子的意思。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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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哇嘎扎嘎哇嘎扎。嘎扎就是糖果的意思。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写一下它的这个字体好。那么藏文的字体的话是丰富多彩的，对吧？好，那么我们要写的就是这个乌坚，用藏文说的话是乌坚也就是印刷字体乌坚体。那么它写的时候是自左向右写。它的第一笔是一横。好，写一下横撇加竖，然后这个的话是由4个笔顺构成的，对吧？好，那么这个嘎的话记住了吗？记住了。一定要记住它的发音部位、发音方法，还有它的写法，这些必须要记住。好，那么再看一下下一个字体，下一个字是咔咔咔咔咔咔。它的发音部位是是喉音。对，喉音舌根音。好，那么它的发音方法呢？发音方法是送气清塞音。对，送气好，一起读一下咔咔咔咔咔咔。那么30个辅音字母里面，有些字它单独出现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单词。那么咔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咔的话是嘴巴的意思。对，是嘴巴的意思。咔，那么再给它组个词咔哇。咔哇。咔哇是雪的意思，对吧？好，那么雪域是咔哇尖，朋友咔哇尖，对吧？好，咔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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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是昨天的意思。对，是昨天的意思。咔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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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写一下咔。首先是一横，已经说过，然后一竖，好，然后一竖，这样撇竖。后面一定要写这个分字点。分字点是必须要写上的。好，那么它是一个
笔顺的话是由5个笔顺组成的，对不对？好，卡，好，那么卡记住了吗？记住了。好，那么我们再学一下下一个字，下一个是卡。那么它的发音部位是喉音，对吧？好，发音方法呢？发音方法是送气清三音，也就是接近第2个字，对吧？我们学过的第2个字。好，是送气清三音，卡，很好。那么这个卡的话，它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单词，一定要加上一个另外一个音节，对吧？好，我们加一个卡巴儿是什么意思呢？是哪里的意思？对，那么你是哪里的怎么说？不知道。然肯定音吧，然卡巴是然卡巴爪，对吧？你要去哪里？卡巴爪，然卡巴爪。好，再看一下肯定从哪儿？对吧？好，你是从哪儿来的？然肯定用吧，对不对？好，那么再看一下可 k 也就是可 k 的话就是哪一个？那么哪一个这里面的书哪一个是你的？可以点那呢，然个可 k 对吧？好，那么我讲了这么多句子，那么这个卡的话主要就是疑问词里面出现，对吧？卡的话疑问词里面出现。好，那么它的写法呢？好，一起来写一下。首先是一横，然后竖，这样一撇，竖，好，然后一竖，后面一个点。那么它的话是多少个笔顺组成的？5个。对，也是5个组成的，对吧？好，那么这个卡的话，就学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没有。好的，那么再看一下第一组里面的最后一个单词，最后一个的话是对，那么他读一下，他读的时候这个音是感觉是从鼻子里面出来的，有没有？好，那么它的发音部位是喉音。发音方法呢？发音方法是浊鼻音。对，浊鼻音，对吧？好，一起来读一下。好，那么的话是一个独立的单词，是什么意思？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对吧？好，那么我的复数形式呢？用藏文。俺错。对，俺错。好，我们是学生。俺错录出音。很好，俺错录出音。好，那么再给大家一个俺让，好，也就是我自己的意思，对吧？好，俺让给音，对吧？也就是说我是老师，对吧？对。好，那么这个俺的话写法，大家一起来写一下。首先是一横，然后是竖，这样一撇，好，然后后面这个分字点要写上。那么这个俺的话是由3个笔顺组成的，对吧？好，那么这个第一组我们就大概的学到这儿，有没有问题？没有。